我有樣嘢要同大家 confess，其實我嚟咗日本1個月呢，我係仍然未踏出過兵庫縣同埋大阪府嘅，因為頭嗰14日呢都攞咗嚟 settle 個 share house 同埋玩嗰個14日餐廳挑戰，之後落嚟嘅時間就係瘋狂地打工。原本我嚟日本係諗住挑戰都道府縣全制霸，行運日本47個縣，但係傻仔計數都知，一年得52個星期，要行47個縣，即係平均1個星期要行1個縣。為咗追翻失去咗個進度，我決定嚟緊要嚟個挑戰，就係挑戰1日內究竟可以行到幾多個縣。冇錯啊，又係軍訓式旅行啊！早晨，而家嘅時間係朝早5點，我而家要搭頭班車出發去京都。因為我琴日 plan 緊行程嘅時候先發現，原來今日係公眾假期。我要趕喺啲景點未塞爆人之前，影晒啲相先。今日淨係瞓咗5個鐘。琴日同 Jason 食完 farewell 飯之後，都已經11點幾，唯有陣間上到車之後再瞓啦。7點鐘，朝早7點嘅京都，大概就係咁樣嘅人流。超正，成條街幾乎冇人啊！8點鐘，啲鋪頭開始開門咯喎。過咗8點半之後，開始就見到一啲旅行團到場。呢個清晨黃金時間就告一段落，好彩影得齊啲相啫。我發覺我嘅人群恐懼症嘅問題越嚟越嚴重，一去到啲人多嘅地方就開始頂唔順。喺日本都已經係咁，返到香港點算？咁早嚟呢啲旅遊景點嘅壞處就係好多鋪頭都未開門，淨係 IG 見到嗰啲零食店啊、小食店啊，全部都未開，唯有下次再嚟試下咯。不過唔緊要，由大阪嚟京都其實都不過係1個鐘嘅車程，以後隨時嚟都得。勁似香港的士喎呢部，笑死！之前拍台灣招牌嗰集有做過 research。知道京都啲招牌咧，全部有法例規定要跟佢嘅 colour scheme。而家總算係見識到啊！有睇開 YouTube 嘅應該都會知道，小麻係我哋 Working Holiday 嘅大前輩。唔知點解咧，網上咧台灣有好多關於 Working Holiday 嘅資訊啦，但係香港幾乎係冇人俾呢啲資源出嚟。結果就係我出發前嘅1個月咧，基本上 Working Holiday 嘅 research 咧就係睇小麻啲片，所以今日決定要致敬一下佢，嚟到一個佢最中意嘅地方——鴨川公園。唔知有冇人做過小麻嘅聖地巡禮？我係咪第一個？當年小麻就喺呢度俾隻鷹擔走咗個塔媽哥三文治，咁所以今日嚟到呢度，當然就係唔少得塔媽哥三文治。
全吊打其他旅遊區，但係唯一嘅問題就係真係太熱啦，頂唔順，我要去下一個縣啦。講真，其實我對知賀縣嘅認識真係唔多，淨係知道佢有個琵琶湖，係日本最大嘅淡水湖，所以第一個景點就嚟到大津港睇下琵琶湖嘅湖景。忽然醒起今日係端午節，好想睇龍舟同埋食粽。有冇人知道日本邊度有粽賣？近江神宮。其實呢個地方係我琴晚聽行程嘅時候先揾出嚟嘅，本身對呢個地方係一無所知。如果俾我揀嘅話咧，我會想去近江白帆多啲，但係佢太遠啦，時間所限咧去唔到。4:3到達奈良。お願いします。今日第3個三文治，呢個行程嘅安排只能夠係咁樣車駁車嘅時候食三文治飽肚啫。如果唔係，根本去唔到咁多地方。未去奈良公園已經見到有鹿，誇張到。而家嘅時間係4:30。趕得切喺春日大社5點閂門之前去到，全靠有 Gemini 幫我 plan 呢個極限行程啊 ！Hello， 陣間再翻嚟餵你去咗春日大社先，仲要行多10分鐘 ，fuck， 好精靈啊對眼，係咪啊？望緊邊個？日落時分嘅奈良，成功用全日最早同埋全日最晏嘅時間避開晒啲人流啊！係咪好聰明啊？啱啱圍鹿圍得耐咗，有少少遲咗去下一站添。希望唔會太晏啦，太陽都就嚟落山啦，未完嘅，仲有最後一站要去啊！
晏晝嗰陣，我見時間有啲鬆動，我就問 Gemini，如果有時間剩嘅話，可唔可以順便睇埋個日落啊？然之後 Gemini 就話可以啊，橫掂物內兩番爛波中間都會經過東大阪市，咁不如就喺東大阪市度睇埋日落。然之後就嚟到呢度啦，東大阪市役所。佢通常每個市嘅市役所都會有觀景台，係可以免費開放俾你上去睇風景。之前去神戶嘅時候都去過神戶市役所，佢嗰度係可以直接望到個神戶港。咁所以如果你去到一個市，唔知有啲咩景點，唔知有咩地方去嘅話，你可以試下去佢個市役所度碰下運氣。仲要行晒啦，咁你嘅景點，由朝早5點行到夜晚7點，總共去咗4個月9個景點，爽係爽，但係呢個玩法實在太唔健康啦。下次都係 plan 翻啲冇咁長嘅行程啦。下一集你又有啲咩地方推薦我去呢？留言話我知。咁我哋就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